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新闻就来讲到火烧高寮全无帮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寮，了窑寮第五条。寮就是咧讲临时起的较简单、较细间的厝，或者是平啊。某人讲是寮啊，互工人住的，咱讲工寮；互学生囡仔住的，咱讲学寮。啊，若是茶起的，咱讲茶寮。放希望的细间厝，咱讲是高寮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茶寮，会当讲是用茶起的较简单、较临时的工寮，或者是破茶起的专门伫咧炖茶的厝。第二个词读做高寮，头前讲到是放希望的细间厝，咱新闻今日讲到火烧高寮全无望。打山屯海白了工，高寮若是大火，希望啊烧了了，安尼希望啊拢无去。这个望甲希望的望共音，意思就是无希望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较偏乡的囡仔，拢是想要住伫咧较舒适的学寮，也毋过煞干那会当住茶寮。本来想讲亲像火烧高寮全无望，该在落尾有一个企业头家出钱斗囝父完成因的梦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寮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